藏着以往故事的你，就像再走出一天。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利。今集想淺談一下陳百強。佢係80年代香港樂壇好有代表性嘅一個人物。最近一直喺度聽佢喺1987年推出嘅專輯《夢裏人》，其中一首《我的故事》非常好聽。呢首歌由佢親自作曲，旋律哀怨動聽，有別於主流嘅曲式，好似冇副歌咁樣，或者講話副歌唔及主歌咁突出，因為副歌通常都比較澎湃。呢首《我的故事》嘅副歌就一啲都唔澎湃，好似喺度淡淡然咁講緊我的故事咁樣。據講主歌同副歌部分創作時間相隔半年以上，可算係陳百強好用心創作嘅一首歌。歌詞部分由寶麗金唱片公司著名嘅監製向雪懷負責填寫，完全係陳百強嘅自身寫照，所以歌名亦都直接叫做《我的故事》。但係向雪懷喺之前冇同陳百強見過面，只通過幾次電話。向雪懷就憑咁樣簡單嘅交流，同透過傳媒對陳百強片面嘅認識，再用個人感覺去寫出呢份歌詞。據向雪懷自己所講，陳百強對歌詞十分滿意，一字不改就錄音。錄完之後仲同向雪懷話：點解你可以寫到咁腰心腰肺㗎？我亦都好中意呢首歌嘅歌詞，但總覺得其中有一句：一個青年人為誰眷戀，改做一個失眠人為誰眷戀，好似會好啲。一個情人為誰眷戀。當然呢個只係我自己嘅感覺啦。陳百強唔係一個純粹嘅偶像派，佢亦都識得音樂，精通鋼琴同埋電子琴。1977年參加香港山葉電子琴大賽，奪得高級組冠軍。後來得到 TVB 節目監製吳慧萍嘅賞識，正式簽約出道。陳百強嘅成名作品《偏偏喜歡你》等、漣漪、眼淚為你流等等，都係由佢親自作曲。可惜喺35歲嘅時候就因病早逝。除咗歌唱事業，陳百強亦都曾經參與電影拍攝。佢第一部擔正做男主角嘅電影係1980年嘅《喝彩》，主題曲《喝彩》亦係由佢本人親自作曲，鄭國江填詞，歌曲充滿正能量。電影中自彈自唱一幕更令人印象難忘。你會使我感到好驕傲，同時亦成為廣東歌嘅歷史經典。據鄭國江喺佢嘅著作《詞話人生》所透露，呢首歌原本定名為《鼓舞》，因為通篇都係朋友間互相鼓舞嘅主題，同喝彩呢兩個字風馬牛不相及。但係唱片公司為咗電影宣傳上嘅方便，竟然強行將歌名改做喝彩，完全唔顧詞人嘅尊嚴與苦心。所以每當鄭國江接受訪問，都會提及呢件事，作為發洩同反抗。漸漸呢首歌就好似變成有兩個歌名，喝彩同埋鼓舞。另外，陳百強同何超瓊之間似是而非嘅戀情亦為人津津樂道。雖然兩人一直未有公開承認，但係緋聞從來冇停止過。兩人相識於1986年，當時陳百強喺度拍攝電影《失業生》，何超瓊曾經到片場探班。後來陳百強更加邀請何超瓊出演佢嘅成名作《深愛着你》MV。也記掛你在那兒，時日如飛，今天在我心裏是充滿不退的記憶。時日如飛。呢首歌曲至今已經成為唔少粉絲最愛嘅經典歌之一。何超瓊過去曾經坦言，佢同陳百強性格相近，且對方亦都相當了解自己，二人有種不言而喻嘅默契。何超瓊亦都曾經公開撰文話：Danny 係我好重要嘅人，我所有嘅故事佢都曉得。1993年，陳百強嘅死亡讓何超瓊大受打擊，喺葬禮上喊成淚人，更不顧眾人反對，為陳百強扶靈。只能夠話，就算佢哋之間戀人未滿，亦都一定係友達以上。
陳百強生前最後幾年，因為有長期失眠同情緒問題，所以有服用鎮靜劑嘅習慣。1992年5月18日，陳百強就因為服用過量嘅鎮靜劑而導致昏迷，之後一直進入深度昏迷狀態，最終喺1年幾之後，1993年10月25日去世，享年35歲。死亡原因係因為患上咗腦衰竭。好啦，今集陳百強嘅故事就先講到呢一度，多謝各位嘅收睇。有機會會再講多啲關於陳百強嘅故事，請按讚留言，我哋下次再見。看不透，沒料到我所失的，竟然是我的所有。